再来看中央银行哦，搁再提出信用管制，要来打炒房。有风声讲买第二户的贷款利率已经超过3%了，甚至有的银行规矩无要提供贷款。另外有统计指出讲，今年下半年7度有57000户的新厝完工要交厝。有专家是认为讲，未来价总价细间厝会较受到欢迎，买厝投资的人会较少。受到申请安政策的影响，真侪银行房贷量拢在咧增加，不少银行只好以量压价，或者是抬算客户。目前市面上只要是买第二户的贷款，有风声讲利率全面纠管到3%起跳。至少可能第一户的人有机会，房价不会莫名其妙的飙涨。你随便过一下子，房子涨得就超过那个利率，还是有赚头，有赚头人家就会去买。根据了解，只要要无自家用主体，头一届要买厝的人，房贷利率是2.35%起跳。相关贷款会当贷到8成，不过若是买第二户贷款，利率至少是3%起跳，趴数相关，敢若会当贷到5成。想要贷款，要摆伫头一届买厝的人的后壁。有风声讲，房贷市占率排前2名的台湾银行甲土地银行，第二户房贷利率拢超过3%。土地银行表示，目前房贷量能还阁会当维持伫一定的水准，会配合主管机关的政策。贷款利率会照市场的行情来调整。根据房屋交易业者统计，今年下半年7度新的案，完工交厝的有57000户。在前10大行政区内底，桃园甲台中拢各占4区。1500万以内的这些小宅，它的热度相对来说还是蛮稳健的。但是中大坪数的物件啊，特别是这个换屋型中坪数的这一个产品，可能会这个市场冷却的情况会特别的明显。有专家指出，受到买盘消退影响，按算未来房市议价空间会较大，不过价销未快速修正。如果大间甲中间的厝可能暂时未阁起，或者是维持目前的价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